考察下。師傅話好啊，好啊，即係講得出就做得到，即係行動最實際嘅。好嘅。咁咧其實真係嘅，我哋呢間公司 Renicel 冇乜人聽過，有冇人入嚟呢度之前係聽過 Renicel 㗎？除咗我哋嘅會員係冇啊嘛。咁咧其實香港係南海市場空白嘅，即係好多人都唔知。咁你知唔知我哋公司係做緊個銷售額每個月係去到3億人民幣左右？咁我哋公司派出嚟係大概1億5千萬左右啦嚇，係派緊呢個錢出嚟俾我哋攞㗎嚇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就係頭先話1個月500萬咁嗰啲，其實真係有人攞緊啊！13年前我哋經營嘅2位 Global Top Leader 咧，一個係韓國人，一個係中國人，而家係攞緊1個月100萬美金，係啦，100萬美金喎。係啊，100萬美金，即係我咧就少，因為係要靠年資累積㗎嘛，所有嘢都係嚇。我哋香港係空白市場，由冇到有咧。舊年舊年4月11號開始咧，我就有個韓國人過嚟香港介紹我嚇。咁其實佢點會特登走嚟介紹我？前邊都有啲故事嘅，就係咧我同我嘅姊妹都喺教會識咗10幾年㗎啦。咁我哋同佢嘅關係咧係好朋友啦，亦都係競爭對手。咁呢個競爭對手咧，佢就係做另外一間捷斯，我就係做另外一間營養品公司叫凱恩，大家係競爭對手，互相都話你過嚟我公司啦，跟住佢又話你去我公司啦，咁大家都冇任何嘅合作嘅。咁直至1月度咧，佢就同我講：喂，有個平台係護膚品嘅喎，你不如研究下。其實我係望都唔望嘅，你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跟住我推薦你，做乜你推薦我？即係咁咧，你明唔明啊？我係望都費事望佢啲嘢嘅，係唔想睇嘅。咁咧，跟住咧，佢一次又一次咁邀約堅持啦，好似我哋嚟呢度嘅之前，可能你嘅介紹人都邀約咗你好多次，你先 take action 嘅，都係一樣咁嘅道理。咁佢一次又一次邀約我，一嚟就同我講15-20分鐘，講呢間公司有幾好，點，其實我都係聽唔入耳嘅。咁直至咧，佢又話：喂，有個Jennifer 叫 Jennifer 喎。我媽咪又叫 Jennifer， 我之前個領導又叫 Jennifer， 有個 Jennifer 佢喺澳洲悉尼飛過嚟，咁佢咧就過嚟香港，咁可以同你講解下呢一間公司喺澳洲點樣發展啊？咁我就有興趣啦，因為我準備計劃帶啲小朋友去讀書，我嗰時真係成個頭腦都有諗啊，去澳洲邊度咧，悉尼邊度咧，買咩樓咧，嗰時候諗緊呢件事嘅，咁我諗啊，好識多個朋友多條路，咁我衝咗出去啦。我係咁嘅人優出咗去嘅，咁我出咗去之後咧，我一見到佢啲皮膚狀態，哇，好玩啊！50幾歲人 BB 機，好似我女咁搭喺塊面度啲皮膚，我唔講嘢，我即刻埋單，係啊，即刻為咗個效果而埋單。咁跟住我未見到人哋皮膚咁靚，係有一世人見最靚皮膚嘅人，咁啊 show 咗相出嚟 Jennifer， 係啊，咁我就即刻埋咗單。跟住佢就話過2日咧，佢話我13號就走啦，飛翻去澳洲啦。你會唔會想知道呢個公司點樣揾錢啊？咁我當時候咧就話都想嘅，但係想問下你揾幾多錢先？咁跟住佢話我經營咗3年，我揾緊50幾萬1個月港紙。咁我即刻9秒9話我好有興趣。咁跟住咧，同埋咧我咧就叫翻我Kylie幾個。有一嚿嚿嗰啲荷爾蒙斑啊，有啲一嚿嚿嗰啲代謝問題嗰啲油啊喺塊面度嗰啲，總之就有啲係我啲鄰居啊，總之係身邊叫得嗰啲 friend 嗰啲就叫晒嚟啦。5個人聽完之後全部簽單，因為佢哋有荷爾蒙斑解決唔到，跟住好多機啊自己做醫美嘅都解決唔到，跟住佢就話你呢個斑3個鑽石就搞掂到，跟住呢啲一嚿嚿嗰啲代謝問題嗰啲油咧睇咗10年醫生啊嚇，都搞唔掂嘅咧。佢話你呢啲6-7個鑽就解決到，佢哋個個都。佢哋俾錢，錯過嘅成本好低嘅，即如果你買咗你唔用，咁你嘅成本都唔高啊嘛，但係你錯過一個機遇嘅成本都好高啊嘛。當日喺度在座嗰啲咧，全部都上晒總監啦，我哋係啊，咁啊。